Sony 感謝祭2012率先睇84寸 4K 電視。想睇新科技，梗係嚟1年1度嘅 Sony 感謝祭啦！ Sony 感謝祭焦點就係展出業界之中最大寸數嘅84寸 Bravia 4K LCD 電視。4K 嘅解像度係 1080p 嘅4倍啊！呢部84寸 Bravia 4K LCD 電視會使用3840×2160嘅 LCD 面板，行埋電視機前面，連細字都睇得清清楚楚啊！兩邊有10 unit live speaker， 重低音同埋高音都係高水準，拍得住音響系統。現場就吸引咗唔少觀眾入場必睇啊！哇！呢部 Sony 新出嘅 4K 電視，睇嘢真係清到不得了啊！去側邊嘅 4K 實驗館，當中會使用高達6米嘅專業級大屏幕建立 4K 影院，專門播放原檔 4K 嘅影片，有置身現場嘅感覺啊！行入沖繩 3D 水族館，用上多部 Bravia 3D 電視組成電視牆，用嚟播放海洋生物嘅高清影片，行入去就好似行到入水族館咁啊！首次展出1300萬像素相機 Xperia TX， 待機至到拍攝完成只係需要 1.5 秒，低光環境亦都可以影到靚相㗎。來自 Android 4.04 系統，除咗有4.6寸超高清屏幕用嚟預覽相片，效果亦都相當好。除咗常見嘅黑白色之外，仲有更加搶眼嘅桃紅色添。另外，機迷亦都可以試下新版 PS3 木炭黑色版啱啱推出。機身比上一代更輕更細，但 hard disk 容量就加大到250同埋500G。現場當然可以試玩新 game 啦，現場仲可以試用 Sony 新相機，攝影發燒友一定過足癮啊！喺現場仲會遇到呢啲 cosplay 忍者，好過癮啊！